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今日節目裏邊我哋揾到 AGLA 美國人壽嘅保險經理劉雲山先生 Stephen 同埋咧佢嘅 partner Sandy 喺度噶。 Stephen 同埋 Sandy 你哋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係啦，今日咧你上到嚟一定就係帶住萬全保而嚟啦，係咪咧？咁係啦，萬全保係應當必備在身嘅。在這裡我首先講個發生在我客人身上的真實的故事。做了這麼久的保險，走訪過無數客人，有一件事情讓我始終不能忘記。記得那是2年前的一天，也是在星島廣播以後，一位客人打來電話給我們，要求向我們了解萬全保。還記得那天離我們跟他約的時間還有10分鐘，他又打電話來催問我們什麼時候到。當我們來到他家時，他已經站在門前眼巴巴地等着我們，那種急切感是我做保險以來從來沒有感受過的。跟隨着他，我們走進了他的家，那一瞬間我什麼都明白了。漆黑暗的房內，一個雖然看上去不過40幾歲的男人躺在床上，和2個小女孩。客人向我們介紹，那是他癱瘓了5年的老公，旁邊的2個小女孩是他的女兒們，大的9歲，小的才只有6歲。這位客人的老公呢，曾經是裝修公司的老闆，生意曾經做得不錯。太太那個時候也不用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原本一家和和睦睦。當她老公36歲的那一年，她曾經想為老公買一份保險，可是體檢的護士都來到，她老公卻居然拒絕了。他認為自己才30幾歲，還很年輕，工作也不錯，收入不差，根本不需要保險。可是僅僅2年，災難降臨到這個家庭，一場突然的意外，她的老公再也站不起來了，完全喪失了工作與生活的能力。隨之而來的是公司垮了，房子因貸款支撐不下去，被銀行沒收了。全家大小擠進一間小房子，靠着太太微薄的收入，靠着政府有限的補貼，原本幸福的家庭就像肥皂泡沫般的破滅了。星島中文台的介紹讓他了解到我們公司的萬全保。當他聽到萬全保以後，他很難過地說，晚了6年。當年如果我的老公接受保險，特別是如果我們有一份萬全保的話，我們的日子絕不會是這樣。所以他要為自己買一份萬全保，他希望萬全保能夠保障他現在的一切。雖然已經是破碎的生活，但是起碼大家都還活着，絕對不可以讓悲劇再重演。我們的家需要這份保障，我們吃夠了沒有保險的苦，沒有保險我真是連覺都睡不安吶。睇嚟保險咧係人生生活當中咧唔能夠缺少嘅內容嚟噶，就好似着衫同埋食飯等等啊。的確係啊。從呢個客人嘅實例呢，我諗當初紀先生係因為冇認識到買人壽保險嘅重要性。第二呢，係因為傳統人壽保險俾人嘅理念呢，就係受保人離開人世才有得理賠嘅。如果生前有咗病，出咗咩意外呢，或者需要長期護理時，係得唔到賠償嘅，俾人感覺唔到人壽保險嘅重要性嘅。所以佢哋可能認為咧人壽保險對佢哋冇乜意思啊。Stephen， 我又想問一問啦，人壽保險同你哋公司嘅生前利益萬全保到底有啲咩唔同呢？係傳統嘅人壽保險只有3項嘅保障，就係死亡理賠啊、絕症理賠同埋儲蓄功能嘅。但係我哋公司嘅生前利益萬全保係有5項嘅保障：死亡理賠、絕症理賠同埋儲蓄功能。除咗呢個3項保障外呢，我哋就有大病理賠同埋嘅長期護理理賠嘅，而且係免費嘅。咁即係話一樣嘅保費，一樣嘅保額，你哋公司嘅生前利益萬全保比傳統嘅人壽保險多出咗大病保險同埋長期護理呢2項保障，啱唔啱呢？係啊，我哋公司嘅生前利益萬全保點解咁受歡迎呢？每當客人一了解到就即刻決定購買，就因為當人民生咗大病需要長期護理，或者發生意外失去工作能力時候呢，家庭收入一定係會減少嘅，甚至乎係冇嘅。但係支出呢係唔限制嘅增加。呢個時候能夠得到一筆生前嘅理賠，而且係一次性嘅理賠，那真係其實嘅救濟。同頭先 Sandy 所講呢個客人嘅例子呢，假如佢買咗萬全保，我哋諗一下，佢依家得到一筆現金理賠，佢嘅家庭生活和依家完全唔同嘅。所以聽眾朋友想了解美國人壽生前利益萬全保呢，請以我 Stephen 或者 Sandy 聯繫嘅，我哋電話係1877-650-6870嘅，1877-650-6870嘅。
美國人壽生前利益萬全保既有百年歸老嘅保險計劃，又有定期嘅保險計劃。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嘅話，可以打電話俾 Stephen 同埋 Sandy 噶，佢哋嘅電話就係1877-650-6870，係1877-650-6870。多謝大家。